好多人都喺度問，嗰個逼平西班牙、逼平烏拉圭，國土面積僅係4033平方公里，總人口不足60萬嘅小國佛得角，究竟喺邊度㗎？佛得角唔單止係超級小眾、人少景絕嘅大西洋寶藏海島啊，仲係 C 朗嘅祖輩故鄉添啊！今日跟住大吉利嘆世界，一次性同你搞清楚佛得角點玩，有咩玩，值唔值得去呢？佛得角位於非洲西海岸嘅大西洋上面，係由10座火山島嶼組成嘅島國。呢度融合咗葡萄牙歐式風情同非洲本土風情，小眾又乾淨啊！一邊係火山戈壁地貌，一邊係果凍玻璃海、純白沙灘，風景完全唔輸蝕馬爾代夫㗎，仲多咗一份野性同獨特添啊！好多人最關心嘅就係點樣出行呢？乾貨直接話俾你知，嗱，中國呢就冇直飛嘅，最慳皮嘅2條路線，首選葡萄牙里斯本中轉，無需過境簽，行李可直掛，航班多且絲滑，係省心舒適嘅主流航線。預算友好嘅，首選塞內加爾達克爾中轉，無需申根簽證，票價更低，係性價比最高嘅備選出行路線。中國護照可以落地簽，30日停留，手續簡單，排隊快，全程通用歐元，消費透明，出行門檻特別低啊！10個島嶼各有特色，玩法完全唔一樣㗎，按需打卡就啱㗎啦！新手度假首選薩爾島，細膩白沙灘，清澈藍海，仲可以體驗到鹽湖漂浮、風箏衝浪，純嘅躺平度假天堂啊！中意硬核小眾玩法嘅話，一定要去福窩島啦！近距離打卡活火山，徒步火山岩壁，品嘗獨一無二嘅火山葡萄園美酒，體驗感直接拉滿啊！仲有首都所在嘅聖地亞哥島，千年葡式老城，滿滿嘅歷史質感，非常之適合慢逛同影相㗎。從世界盃黑馬到私藏嘅海島秘境，佛得角真係被嚴重低估咗啦！想避開人山人海，解鎖冷門高級海島旅行，呢一度絕對係值得列入你嘅旅行清單啊！關注廣東交通之聲大吉利嘆世界文旅工作室，帶你解鎖更多全球小眾寶藏旅行地。